我嘛是希望交通会当顺势，3天5日这小连线假期，明仔载就是头一天。国道可能会大塞车，因为国道5号雪山磅空本来是休困日，规塞车卡真正力，拢袂顶袂当。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就建议讲，按算互高铁搁再分跨到宜兰，希望会当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。其实18年前，交通部就有评估过，认为讲爱开500亿，若时间刚比台铁紧1分钟，不如改善台铁宜兰直达的铁路。当然，18年后时代无同啊，无的确会定评估了后有无同的结果。5日这3天的年假得要到啊，规个国道的车流量估计前2天会伫个120万台这个顶落下啊。国道5号这个雪山磅空估计嘛又搁要大塞车。交通部长林佳龙有新的想法，打算要甲这个高铁对台北甲延到宜兰来改善塞车。它开垦是会比较有困难，建造这个项目的话会比较有困难点。支持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可以通车，就可以很快节省很多时间。民众的看法是无同的，雪山磅空若甲这个假日的时阵会塞车，这是真事实的。以平常时来讲，伊的车流量一天有55000台，今年的这个清明节阁有一天78000台。不过，伫个18年前，高铁要甲延伸到宜兰，这个可能性已经互人取消。敢讲即马这条铁路又搁要来起啊咧？在北宜直铁方面，它的路线有争论，变数还是很多，所以我们也在同步呢启动评估高铁延伸到宜兰。那这2个当然会有一些替代性。以当年的评估报告来讲，高铁要甲延到宜兰，工程都要做伫10多年，经费阁爱500亿。不过时间敢若比台铁加紧1分钟尔，效果真歹。不如来发展北宜直接铁路，会当省28分钟，经费嘛当降低到30亿。再把它升级成高速铁路的话，它的难度当然会更提升好几倍，效益跟成本如果不符合它的比例原则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方案。学者建议讲，除了发展这个北宜直接铁路，阁会当对雪山磅空的管理来甲落手，亲像讲放松这个仪控系统，增加大众的运输。若是讲真正要过来甲起高铁，安尼会破坏环境，时间长阁爱开伫几落百亿。若是无到上尾的坎站，就毋通来拼这贴白虎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